你看我唔屯卢卡，因为假使大家有 follow Fish 嘅 IG 哈，就会看到唔拍几多种嘅片呢，哈，旅游相关咩有几多，唔过很吸睛的，哈，一开始红的，咩系唔屯爸爸打水鼓啊，真嘅，你看不到爸爸给用的啦，因为上面是 Elsa 的脸嘛，哈，然后卡通脸卡通的面嘿啊。董也安呢，没过好保护一下爸爸哈。哎呀，不要来打扰我爸爸哦，没有啦，都是你去打扰，对，你打扰。你对爸爸给打嘴鼓，个奇妙呢，懂神奇呢。哦，真嘅爸爸也很做自己，爸爸做自己呀，他完全就是冇过爱啊。我演你就演，你骂就骂，真嘅，积水就积水，你啊冇。你应该用嚟开始上来扑爸爸的喏。因为去年的时候啊，它那个滤镜啊，就是你看到那个卡通脸的滤镜一缝没，就是很流行这样子。我还知道大家都拍大概台语版呐，或是那种一般的国语版呐，吃到没都得拍一张客家版，来先去甲拍一张。大家我呀客家公主用吓到呢，来去甲 IG 账号从原本的1400人粉丝开始哦。隔天水幕轰起来，你看，动多爱心啊，留言啊，按赞嘛，动多吓到。他说：“哟，突然间发现流量密码。”然后后来我就，你觉得是哈嘎还是公主？就神奇啊，没有吧，都有。就是刚刚我兄都用哈嘎公主呢。刚就一时之间呐，就突然间想到，没有去企划，也没有说特别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只是好玩一后搞对。然后想说，那我来菜园的时候，我想说来拍爸爸好了。然后那时候他有王子脸跟公主脸，结果不小心把爸爸弄成公主脸，我就想说帮爸爸on一张就是那种跟迪士尼有相关的名，想说Andrew 啊 Edward 啊还有威廉吗？他说Andrew 好念，比较好念。就碰Andrew 的中文改呢，一个说什么魔汉七叉啦，这个样片扑出去吓死哎！真给那个粉丝一直增加到现在，爸爸比我还红。